Go
အ
Ni
时候，好像很奇怪哦。等一下要吃饭了，那个到中午的时候，刚才这支香好像没有气哦。师父不是没有气，因为我们接受弥陀如来的灌顶，所以念的声音比较好听啊。这个就是柔软的声音，因为我们最主要也是要用这个佛号来降伏我们的三毒五盖，所以你们慢慢体会啊，你们在回去家里念佛也是一样，不要太过高亢的声音，因为我们的气会冲的会比较快，会急躁。因为我们要用这个佛号来帮忙自己用三摩地，但是你们不要以为三摩地到底，它的境界是什么？以前我们初学的时候都是在，境界那三摩地到底是去见玉皇大帝吗？还是见我们竹山的那个土地公呢？其实都不是哦，你们记住哦。但是我后来才发现，因为我们凡夫的那个习气是执有，所以当我们谈到刚才进入了境界我们都大部分都待不久，因为我们那个有的习气太重了。因为你们都会误会，我们佛法讲的这个止观不二啊，就是无量光无量寿那个境界啊，它真的是三心了不可得的境界。但是我们凡夫他那个无始劫来只有的习气很重，反正好像没有抓着一个东西我们有一点害怕的，恐惧的。所以我们大部分都刚开始都不会定很久，因为那个恐慌。为什么会这样子？就是因为我们的教理不明造成的。什么叫做教理不明呢？就是佛陀跟我们讲是说，三心了不可得，无所住。你这个修行人可不可以栽培无所住？结果我们听到无所住那个无啊，以后什么都不要做我要干嘛？我们又变成有恐有怖有畏有惧。所以你看，我们慢慢了解法义，还要用任何一个法门栽培你自己，栽培你达到那个境界这第四句，就一个觉照力的那个圣号，或者觉照力的当下，就是那个觉照力的无量光无量寿的无量两个字，没有受时间空间的影响，那你可以安住，不掉举不昏沉。你们以后要自己考试呢，就是不要掉举，不要昏沉，这个才叫功夫啦。听得懂？我不知道你们你们没有下座的人在那边打坐，刚才是睡觉还是在？我要问一下。你要记住你的觉知力一定要提醒，因为我们都是修行的过来的嘛。因为身体不健康的时候虽然很喜欢打坐，但是其实这个我们脑筋那个我们最麻烦是那个维系的成像。你可能没有昏沉你把它信来信去但是我讲的成像是脑筋，我们那个觉知力觉照力它不清楚，我们都还叫做成像，一样都叫做成像，只是它轻微的成像所以这个都是诸位你要帮你到位成就都要克服的。好，我们慢慢站起来，礼佛参拜。